亚西德雷。那今天我们在这里继续跟大家分享连元歌舞的第4个阶段的这个内容第4个节目的内容。那这个内容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也就是巴珠仁波切的关于这个佛法和一个智慧的非常殊胜的一个大作品在藏地呢，除了佛法上的它的内容呢，也非常一个圆满的，就是潜心引导的这个内容之外呢，它的文学和整个这个内容的词和义各方面都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佛教的这个著作这个著作呢，在藏地也很多人特别的这个喜欢阅读也有很多上师也在讲这个连元歌舞的这个内容。那我本身呢，就也比较特别喜欢这个内容，再加上我在去年也用这个藏文也这个讲过一遍所以呢，这次我们就是透过荣松佛教频道，那我们就要继续分享这个内容。那巴珠仁波切的教言初始发言这个连元歌舞的内容，我们在前面也讲过了一些这个开头的内容。那个这个现在这个里面有几个重要的人物这个重要的人物当中呢，一个是谁呢？就是这个婆罗门的一个这里的他的名字是谁呢？就是有一个我看看这个婆罗门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有OK，来自这个北岳乐园的婆罗门少年，本名为边玛吉巴他叫做边玛吉巴。那在他的周围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呢？就是从这个北方比较不远的地方，也是他当时所居的地方，叫做这个居住在前面所说的有一个地方叫做高峰莲花山，而且高峰莲花山的中央就有一个山洞，这个山洞的名字叫水晶莲花洞。在这个水晶莲花洞里面，就有一位佛罗尼的少年，这位少年的名字就是边玛吉巴。那这个边玛吉巴他的特点，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在前面也说了，说什么都懂，到处都去，随意而安，逢人和那个结合的，行佛子心的，修菩提心的一个人。在那个时候，从他的远方，就是北方不远的地方，有一州，就是有一个就森林围绕的
一个绿色的一种那个草原的啊。那这个草原里面就是有很多这个莲花，这叫做名为聚合乐园。所以这个聚合乐园的当中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莲花。那这些莲花呢，主要是代表着当时在那个地方的居民有大大小小的这个家家户户，那个有各种不一样的这个那些就是居民，但是OK 就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里面的居民呢，主要是这里面的这个莲花里面的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那个风泉，所以这个入室乐园中有众多的这个风泉，所以他们呢就是飞舞回旋等等，有这个来就是解释就是特别有描述他们当时的状况。但这个里面有很重要的两个角色呢，就是别有一对夫妻蜜蜂就是这样。这个夫妻的这个蜜蜂呢，那就是说，一个叫做金凤莲花大兵，另一个叫做这个玉凤莲花那样。这个大兵和安阳，藏文来讲，就是后来简称的是大兵和安年，是这样的。那大比洋的藏文的名字就是说这个拥有宽阔的翅膀就是这样的，或者这个广阔的一个翅膀。那安念是什么呢？拥有苗音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两个呢，就是在那个里面比较出色的两个角色。那这个金凤莲花大比洋呢，他就是青春少年，芳华正茂，智慧聪明等等，有几个缺点。这有点这个它的特点不是缺点和有的就是特点。那个另一个就是他那个玉凤，他心意乐实，就是说他的个性呢非常喜欢做布施的，或者比较大方的比较大方的。这个大方呢，在藏地也是主要是比如说其实很多以前的话呢，在藏地是那个女生是家庭主妇的一个角色比较多。那这个家庭主妇并没有不好的或者负面的意思，而且反而是一个一个家里的，如果男生在外面跟外界有更多接触的，他会带来一些他的朋友到家做客，或者生意上的，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可能要谈一个生意的话呢，我们专门去一个豪华的饭店，或者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高档的一个场所来接待，然后谈生意，然后就谈的比较容易成功的那种。那以前的话呢，如果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今天的一个客人，无论是要谈政治，或者主要是谈生意，或者一些交易，或者做什么事情的话，如果他这个人把他带到自己家里的时候，家里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太太，如果家里有一些扯的东西，不能最好的拿来给客人招待，然后就是没有这一方面的一个怎么说就是能够做到他的先生也有面子的，再加上呢，这个只要承办任何事情的这个要办的也成功，也这个有加分的，那就是有一些
各方面其实是有很多方面是这个，家里的这个女人的角色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有些呢，明明是这个他不需要担忧这个家里的事情，也许是这个那个他的家的那个男人那个先生，就是可能是有能力这方面就是负责。因为以前藏地的话呢，确实是这个男人呢，主要是要照顾家庭的大大小小的这个生活、金钱，这些都是也是要由男人来负责。但是女人如果自己是本性是有一些是这个不乐于这个善待这个别人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呀，会有很多的这个呃怎么说呃就批评也不是批评，就是说这个说我们家里有没有什么呀？又快没有了啊。如果这样呢，就是你天天带很多人过来，然后我们怎么就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利民，这个不能配合这个男人的话呢，也有些地方是就会很多就有一些负面的这个效果的。所以呢，这里说这个他呢也是非常乐于这个布施的，所以大方这个非常重要的。哎，心存积舍，这个心存积舍的，呃，嗯对，这个就是说，他就是也是，如果他的眷属，因为他是大家庭嘛，这个他的大家庭贵族的话呢，他们会有他们下面有一些这个员工呃，就这些这个佣人等等。如果他还有，比如说她的丈夫是一个高官的话呢，那很多人也会要。就是或者一个领导的这个身份的时候呢，因为过去的话呢，可能会他的家庭、他的身边的人的态度和这个也会直接影响到这个下面的人，所以呢，就是心存积食有这样的。所以呢，这个还有秉性温和的，他就是有秉性温和的，所以就是他个性呢非常温和的，然后再加上喜爱佛法的，那个喜爱佛法呢，那这个一个女生在家里，然后她是对这个佛法修行呢要有相当的一个，尤其是在藏地呢，就是普遍大家都就是同一个信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来讲的话呢，如果这个家里的女人她对信仰上的这种一些专注呢，也要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为什么呢？因为她所就是带大的这些自己的这个小孩等等，他们呢，如果你的母亲他没有这个信仰方面的一些这个佛法的智慧或信心，第三宝的这个信心，还有经常呢用行动做一些佛法的该做的这些功修功课类似大大小小的这个参与的话呢，那这个整个家庭的对佛法的认知和学习和后代的会直接会影响到子孙嘛。所以呢，就是喜爱佛法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一样的，他也就是说，那个他就是不就是这个个性各方面呢非常正直的，比较正直的，这个老老实实的，所以就是不欺诳，然后就是这样的不欺骗的。那这个呢，就如果有些人呢，就表面上呢，呃，就是讲的很好听就是如果就是跟别人讲话或任何的时候，都是在表面看起来很好，但是实际上就心存别意的那种，就是有别的这种，这个说，这个和这个做或者心里面想的都不一样，然后就是这种不一样所产生的，然后就或者说，行为上也会有出现很多的偏差的
那样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女人的一个条件的。所以呢，这里是极度轻微吧，极度轻微的。这里的藏文说，也就并没有说是完全没有嫉妒的啊。但是这里呢，就是说嫉妒和这种不是非常爱吃醋啊，非常爱这个嫉妒的这个藏文说插多当 mixer，就是有点吃醋或者这个就是对，因为这个呢，经常可能会这个在这个家庭里的那种嫉妒心很强的时候呢，无论是有没有根据，足够的什么一个理由，但是呢，可能会就是容易吵起来，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比较负面的然后这个对家庭的和谐啊，各方面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所以这里说他就是嫉妒，就没有很大嫉妒。但是上次我们也好像没有这样的这个多，但是那个金凤莲花大比样的话呢，他是就是智慧聪明的，胸怀那个浩大。这个就是男生就是必要的一个条件呐、第一，他就做任何事情，他要有一个智慧聪明的。智慧聪明这种呢，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完全是透过读书来的，所以呢，他是这种有智慧聪明的。胸怀呢，要一个豁大，就是要宽大，然后就如果在他的身边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同的人对他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态度，或者就是比如说可能是跟他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女人也可能会比较或者他的眷属，然后就是和别人之间呢，他听到各种各样的话的话呢，是不受任何影响的，然后完全有能力用自己的智慧去判断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如果男生没有一个足够的这个胸怀的时候呢，那就是一直听别人的话，然后会很多自己的一些事业啊、成就啊，各方面都有很多的这个负面的这个结果的。然后呢，嗯，未结是吧？这个念未结心教，这个未结心教这个是很重要的。未结心教我刚刚也跳到前面了啊，就不知道上次不太清楚有没有讲过这个部分。所以呢，有些呢就是现在是他们很好的朋友，当然过了一阵子，他就是遇到别的朋友的时候，或者以前是他们是一起做事情，或者甚至是你就是可能有帮过一些忙，但是他现在有了一些自并富有啊等等，他的生活当中有些变化的时候，完全就忘记了原有的这些朋友那一种，而且他一开始呢过度的热情，让他过了一阵子，就是又好像是遇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又对他一样的热情，但是原本的你的这个朋友都已经忘光光的。那种人其实是我们在藏地呢，这个是很看不起的啊。这种人的，在这一个民族的这个一些看法来说的话，不一定，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其他所有民族也是不是这应该是一样吧啊。但是有些呢，像政客或者那些政治啊一些领域里面呢，他们觉得利益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利益面前呢，那就是可以做很多的有礼貌的，看起来低声下气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在以前的藏地的话，其实是说，因为就是你对他的这个态度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恭恭敬敬的话，等于是你最发自内心的对他是恭敬的。不然的话，就表面上的这种是，他就有很多人，尤其在看巴人，不太愿意这样做。但是其实现在呢，这是在私教上呢，可能是基本的利益它是一回事啊，本来就是该要接受的。但是呢，嗯，当时的人呢，就是过于这个比较怎么说比较天真的，还是说呢过于要求发自内心的这个真诚吧啊。
所以呢，以前的话呢，你就是如果不是对他发自内心的一种恭敬和觉得是这么认为的话，嘴巴上不应该说很好听的，或者这个你遇到他的时候不该有一个过度的那种一个这个一些这个态度啊，这就是一种狡猾的一个态度。但是呢，如果你是一开始的时候，有些人是这样的，连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都不理会你的，你觉得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一个人，其实不是。有些人呢，然后慢慢跟他就是熟悉了，然后就是彼此相信了，然后遇到任何的情况，他永远就是不起那个叫中文叫什么不离不弃啊，反正就是那个就是永远不会放弃或者就是这样欺骗你这种朋友是非常值得的。所以这种呢，在这个一个人作为一个朋友也好，作为一个师徒关系也好，任何都其实是这样的。所以呢，危戒信教，这个危戒信教呢，就是在这个藏文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一个看到一个这个信的这个时候有过度的那种反应，然后就是又容易这个健忘的那个旧的这个朋友啊也好，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情感上的，那这个是做人的这个态度来讲的话呢，不是很好。那心之易险优险，这个心之优险呢，在这个就是有点比较，他这个各方面不是很着急的那种，就是心急的那种，这种相反的，所以就是心之优险。爱好那一样的爱好呢是事实，它也是一样，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这个他的对象嘛，他的对象莲花爱念他就是也嫉妒亲为嘛，这两个还有就前面说爱好那个喜爱佛教嘛，佛法嘛，然后等等有好几个就是这样。那这两个的彼此的情谊呢，非常亲密，所以他们两个彼此的那种感情非常的好，呃两个彼此的情谊，这个就是感情了，感情呢非常亲密，这个非常亲密，然后笑容呢未落，这个对，笑容未落，爱与温存，同气长睡这个就是藏文的话呢，就是人比人当，在为恶当，吞比绝冷。哇，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呢，那个男朋友啊、男女这种，刚刚这个交往啊，有一些个关系非常好，那个非常甜蜜的时候，那就是他们可能是穿的是一样的就是颜色一样的款式或者一样的品牌，然后出来的时候好像从头到尾是一样的。那有一些呢就是吃的很多爱好，然后就是一样的，就是这样。这个也是我也看过这种人就是也是一种他们觉得真的是就是彼此非常这种情谊非常亲密的一个表现这个这样标的那个，所以呢，他说，这个笑容呢就是微弱就是人比那种微弱呢，就是那种有非常甜蜜的这种一个笑容，有这样的这个微笑，这个说笑容微弱，这个微弱呢，就是说不是说哈哈大笑，不是这种意思，只是彼此有点稍微的清秀，或者有一点点也有一种害羞，也有一种里面有那种彼此的这种喜爱，那个透过这个微笑透露出来的彼此这个都有一种这个从内心深处的这个释放出来的这种爱的这个一种表情所以就是这个笑容为罗嘛爱与温存，就是说话非常的那种这种温暖呢，就是
这位啊，其实是这个就是彼此这种相爱的说话都是非常甜蜜的啊，这个甜蜜的话，然后就是彼此说这种心里的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甜蜜的话，或者内心的这个任何的话，就是说这个爱与温存，然后同气长水啊，这个中文都翻译的非常好。那张文里的话一样的，他就是就是做任何事情呢，都是就有这个就是一样的这样的同气的水，所以而且下面还是结伴不离，这个完全是他就就是离不开其实嗯。所以结伴一个最好的一种结伴，那就是时时刻刻呢，就是彼此不离开的，舍不得离开的那种一个甜蜜的一个状态。然后地生情愫各自心中所怀就是说这个从小小的，因为传统的话呢，其实确实是这样的。我们也看过一些传统的电影吧，就是这种这个民族，也不知道其他以前古代的那种华人呢，我不清楚是不是这样。但藏人的话呢，可能是如果你有什么甜蜜的一个话说的话呢，有点小声的，然后就可能是用这样。这个在他的耳朵里面轻轻的说就是这种，因为它是一种甜蜜，也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一个对话嘛，所以就是低声这种也是一个诗文的一个写法，但是也很有意思的，所以呢，就是低声倾诉这个为什么要倾诉呢？就是因为这个要彼此要，因为这个里面肯定会有，就像一般的一个这个谈恋爱的人也是一样的，所以他要各种各样的，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情绪的有时候有一些困难因为这个那个又没有这个什么都要说嘛，所以呢就是低声倾诉，而且各自那就是有些呢这个里面这是很传统的，因为这里面主要是因为开始都讲的很理性的那种也虽然是一个各自心中的话，但是也当然这个呢还是主要是处世间的法律嘛，所以呢这个故事的安排也是这样的，所以他倾诉的内容心怀的是什么呢？虽然是彼此有实践的很甜蜜的爱在里面，但是呢所表达出来的所想到的是可能是来世的有关系的，佛法修行有关系的，这个也是事实，在藏地确实是这样的在藏地，比如说就是那个。比如说一个家庭呢，他们说可能会他们有一点点收入这样的话，那我们用这个来要卖一个佛像吗？我们请一些喇嘛修一个法好吗？我们能不能请一个干珠儿什么来供在家庭呢比较好？所以很多在藏地呢，或者我们就是今年我们如果那个收入有一点收入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去一趟拉萨？朝拜也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就算不一定是他们在谈我们要不要去闭关，但是呢，就是以他们的这个程度和他们可以做的一种范围的他们经常会谈讲到这种也是正常的，所以这个里面他们也说低声的这个要这个倾诉了这个各自内心的话，那各自内心的话里面到底讲了什么呢？这个讲了什么呢？我们就看一下嗯各自内心的是什么？是吧？哎呀，可爱青春，这个应该是念少吧，应该是少话，我也没有预习，所以有些字就少话，不是这个 OK，OK，非有花时甚必描绘，实乃山心变化所成。能与上界诸天比附，财富
居住非我亲属，实乃前世业力所感这里是这样说。他说我们现在过得特别特别幸福美满。我们现在又是青春嘛，因为年轻嘛，就是年轻是一个花刚开的一样的，就是身心最这个圆满的、充满美丽、充满活力的那个状态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呢，这里说怡红，就是这怡红，其实是这里翻译成可爱。但是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呢，也是亲爱的那种意思所以这个亲爱的意思，所以呢，这个永比朗索，我们就是这个清纯的这个美丽的这个身材，非有它就是并不是在这个花式圣花式圣是什么呢？在印度的神话当中，也有一个叫花式圣，或者有一些古代的很多的这个有这种说法的。所以这个花式圣呢，就是可能是这个宇宙里面画最厉害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象征。那他画出来的一个画，就是可能是画的最好，就是最圆满的一个画。但是他说，我们这现在我们的就其实是这里说，你呢就是这个彼此严重彼此的这种彼此的这个相貌这种各方面就是这样的。他这个是表达那个他们两个大比昂和安年的彼此心目中的彼此的形象。OK， 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他说你呢就是可爱、青春就是再加上你呢就是并不是这种花式神逼。这个他这个用自己亲笔这个画出来的这个描绘吧就是不是这样子。但是人那是什么呢？那不是人，那善心是你这么的一个就是充满的这个那个美的这个可爱青春这个呢就并不是这个一个画家画出来的。那是什么呢？它是善行的。这个里面就是一开始巴珠仁波切告诉我们，我们经常一般认为我们认为我们现在很福报很有过得很好我就是怎么样，就是自己有很多这个证明的就是条件具足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因为是我厉害，但是巴珠仁波切在从这个开始就要告诉我们说，其实不是因为你现在很有本事，而且是你的过去的善行有关系的。这个故事的背后要巴珠仁波切告诉我们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说乃善行并化所成。这个内容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呢就是真的是一个年轻的两个之间的一个相爱的那种。就是甜蜜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浪漫的一个事情。但是另一种来讲的话呢，又是告诉我们世间的一切来自于这个善恶的一个结果，然后就是我们要注意什么。当你非常这个幸运的时候非常幸福的时候，觉得非常成功的时候，非常心里就是觉得各方面都非常满意的时候，我们也要有另一个态度，叫精神，而且要懂得珍惜，懂得享受，懂得这个是来之不易的，而且背后就是要有善行，而且就是未来
你也要继续这个做善法嘛，所以就是善性变化所成啊。所以呢，我们不应该放逸，我不应该就是这个觉得就无所谓的那种，或者不应该就是很懵然的享受完这个现有的这个福报，然后又要就是遭受这个恶趣的痛苦啊。所以这里说，我们现在有的这种呢，就像就是非常，我们是现在已经是非常好，在这个莲花的这个花园里边的所有莲花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蜜蜂当中呢，那就是说能与上界诸天比伏啊，我们就是在上界，就是现在是我们在欲界，但是还是这个上界就是四界或者一界的这个天33天类似这样的天人，我们也可以相比的啊。财务具足非我，这个其实是都有的，我们都不是自己的这个一个，这个意思，其实因为他们也本来是贵族家的这个儿女嘛，其实他们是本身就是一个富二代。也是一个官二代啊，确实，实际上这个故事的教师是一种官二代和富二代，所以呢，他们并不是自己的，但是为什么他们能成为官二代和富二代，也是确实是建设累积的一定的福德有关系的，不然的话呢，我们那个为什么没变成穷二代？因为这也是我们都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福报。但是如果他们不懂得珍惜的话呢，那就是像现在的很多社会上的富二代一样，这个就是父母那个家里的这个财产会变成你的人生的一个失败的或者一个腐败的一个元素，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懂得怎么去享受，怎么去珍惜啊。所以呢，这个财物居住非我，这个并不是我的储蓄啊，这个这样。是乃前世业力所感嘛？我们这个前世业力的所感，那我们就今天讲到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Namo Gurbe Namo Buddhaya Namo Dharmaya Namo Sanghaya